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Mia。依家我哋到咗中心新鄉嘅海柏悅峰。咁有咩戶型呢？有89同埋97，可以做到4房啊，實用率係100%。重點係呢個大門口提高4米，落雨都唔驚，好意頭，步步高升。我哋入去睇睇咯。依家我哋到咗空中花園，綠化率非常靚。呢度係入戶大堂，挑高5米，我哋上去樣板間睇睇。依家我哋睇到嘅就係97平精裝戶戶向南，入嚟呢度呢，就係北廂完全贈送俾你噶，同埋呢度都係啊。呢度係 U 字形嘅廚房啊，餐廳一體噶。呢個陽台啊，做到6米啊，非常嘅舒服啊。接下嚟我哋一齊去睇下主陽房啦，帶埋套間噶。中意呢個樓盤，下面留言俾我，Mia帶你睇樓啦。